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5章，大比甲何塞团队的领袖对亚萨、希班甲亚杜顿的后代分配人唱上帝的信息，用琴、瑟甲拿拨伴奏。照侍奉的积分，因的名甲人数记伫下面。亚萨的4个囝撒克、约瑟、尼探雅甲亚萨利拉受亚萨指挥，照王的指示唱上帝的信息。亚杜顿的6个囝基大利、西利、以赛亚、哈沙比雅、马他提雅甲示每，受因老爸亚杜顿指挥，弹琴唱上帝的信息，感谢称赞上主。希班的囝有布基雅、马他尼、乌瑟、细布业、亚利摩、哈纳尼雅、哈纳尼、伊利亚他、基大利提、勒万提以下、约西比加沙、马勒提、何提甲马哈秀，因拢是希班的囝。希班对上帝的应允得到高举，做王的先见。上帝赐伊14个囝，3个查某囝，因拢受因老爸指导，照王的指示，伫上主的殿唱歌、拍拿拨、弹琴、弹瑟，服侍上帝。亚萨、亚杜顿甲希班，因甲因的亲祖受过训练，前后上赞上主的，拢总有288人。因无论老还是少年，老师还是学生，拢频频抽签分配职务。抽到头期签的是亚萨的囝约瑟，第二是基大利，伊甲伊的兄弟甲伊的囝共12人。第三是撒克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四是西利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五是尼探雅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六是布基雅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七是亚萨利拉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八是以赛亚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九是马他尼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十是示每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1是乌瑟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2是哈沙比雅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3是细布业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4是马他提雅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5是亚利摩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6是哈纳尼雅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第17是约西比加沙，伊甲伊的囝甲伊的兄弟共12人。
第18是罕那尼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第19是马罗提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第20是伊利阿他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第21是何提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第22是基代利提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第23是马哈秀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第24是勒万提以下，伊甲伊诶囝甲伊诶兄弟共12人。